Hello，大家好啊，又係我的神。嗱，依家呢見到我搭緊捷運，正要出發去小道麵館。老闆就係道山杜汶澤。首先呢，我哋喺南京復興站落車，然後再從5號出口出去，大約行10分鐘左右。好啦，去到呢個位嘅，應該都好近小道麵館。睇下多唔多人排隊先。應該呢度轉左都有啲人排隊喎，小道麵館。11點半都仲未開門，都已經有唔少人排隊啦。是兩位，是。好，稍等一下，兩位稍等一下。好的。然後你們後面，我哋最後等咗個零鐘時間呢，就終於可以入去食啦。給您介紹一下，我們還有限量供應的花椒雞湯。好，再來是四大天王的套餐。好，那套餐呢是主食，有包含小吃跟飲料。好，對，那如果說吃不完那麼多也沒關係，我們這邊也可以做單點。好，對，套餐是比較划算，因為有小吃，還有飲料一杯包含在裡面。好的，對，幫我參考一下，謝謝。好，可惜今日遇唔到道山，冇得捉住佢同佢影相。呢個就係熱薑檸可樂。其實我都係第一次飲薑檸樂，甜甜地飲落好似幾保暖咁。呢杯聲稱係化痰止咳陳皮嘅嗨波，飲落係幾新奇，味道有少少苦苦地，整體上都幾好飲嘅。裏面呢有一大隻雞髀同埋一大條嘅花膠。雖然隻雞髀係煲咗湯，但係個肉質仲係好滑。會唔會係呢隻雞唔係煲湯，係後尾放上去？我入嚟呢度食呢，呢個砂鍋花膠雞湯，我認為好高質，而且係必點嘅。首先就係食咗個豬手皮先。應該係成個豬手最脆嘅部分，而且佢個肉質同埋脂肪呢，都同南乳醬融為一體，鹹度亦都係啱啱好。下低呢仲有啲炸醬，然後隔籬仲有一杯湯呢，可以倒落啲麵度。呢個就係咖喱牛腩飯啦。雖然外皮炸得好酥脆，但係我覺得嚿牛腩就冇乜味道。對比豬手麵同埋花膠雞湯呢，我覺得牛腩飯略嫌有啲遜色。另外仲有個小食就係炸雲吞，我自己喺香港飲茶呢，都必定食呢個炸雲吞。呢個同香港酒樓都幾似，水準都有返咁上下。呢兩隻雞翼呢，就係呢度嘅招牌小食。好明顯係想俾啲台灣人食翻譚仔嘅風味，似係譚仔雞翼嘅改良版。其實重點呢係佢出面嗰塊外皮，佢係比平時譚仔嗰個皮更加脆，同時咬落去又唔厚，所以呢個雞翼都係必點嘅。最後埋單1700台幣，對於本地台灣人呢，2個人食呢就一啲都唔平。但係食物質素嚟講呢，我會覺得唔錯嘅。不過有咁樣嘅名氣呢，都係因為明星效應嘅。好啦，今集就嚟到呢度。未訂閱嘅朋友記得幫我訂閱，或者俾個 like 支持下我。記住唔好飛廣告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